屏东九如乡的这高屏溪埔岸边的农作物拢受到山猪的破坏，乡公所顶礼拜有领到山猪条，开始予农民来申请。想袂到这2日啊，这落大雨呢，就有2只山猪去互这烂土埋的网仔甲搞着。也毋过，其实在地人也是真希望讲会当有搁较侪拍力的人做伙来加入斗掠山猪。 相片内底一只山猪徛伫田边，虽然较去互网仔咬咧，因为山猪阁会叮当，惊有攻击性，农民毋敢挖近。另一只嘛是较去互残忍的阿公嫂仔咬着，趴伫土林滚架。屏东这2日啊连续的大雨，地处残忍拢烂土埋，结果想袂到山猪走入去残忍，想要找食的，踏着农民的设备，意外掠着2只山猪。被铁丝线勾到，然后刚好有那个工人经过，他就抓回去了。 下雨天哦，他们还会再来，觅食啊！这内底有水，这行就落落啊。它重量有的话，伊就会落落去内底，爬袂起来，爬袂起来，你有看伫啊？伫咧搞滚的迄个所在。乡长接到通报，随到现场协助农民处理山猪，因为九如乡高屏溪埔岸边的农地作物已经受到山猪破坏几啊年，问题愈来愈严重。乡公所通报县府，先提供农民申请山猪条，阁会有4位老人加入斗掠。但是因为山猪数量未少，农民拢希望县府会使阁投入更较侪资源，互因的猪仔桥啊顺利修成。因讲他们发现，农民发现讲差不多有3堆啦。 有3堆的，迄个带队，然后一堆拢是30只，因为已经拢一直繁殖下来了啦。另外，受到地流方面影响，屏东关山区也开始做预防性撤离。阮州乡8一案撤离70位居民，61人接受安置，9人移亲。8二山区北乡镇是停班停课，避免山区民众发生危险。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